马华风台扫过关岛，造成百外个台湾的旅客要调期喺当地袂当回来。目前马华是已经减弱做中度风台，可能今仔日下暝到明仔载透早会发布海上警报。安顺北部、东部拜日开始会有风雨，真侪渔民甲农民拢赶紧伫咧做准备。出来咧！房间的壁旁一直有水渗入来，民众赶紧摕囡仔来切水冻水。强风大水雨，予饭店内底饮水，一寡民众大包小包四界耍，敢来当民众休困。这是马华风台24登陆美国关岛了后，当地饭店的情形。因为风雨真大，当地停电停水，也有100外台湾旅客踮伫遐。虽然马华风台也未到台湾，28早起天气也正好天烧热，不过台东沿海地区已经出现长影，有一寡所在影悬3至6米悬，搁达到大影的等级。不少渔民伫透早就赶紧倒来港口下渔货，固定船只。若是台东往回列岛的船班伫中岛停航前，船公司陆续疏散游客。原本是下午2点半，很像在坐那个云霄飞车。台东也有各人烦恼外围环流会带来强风大水雨，影响水果的采收，所以先做准备。比如若风台来哦，吹落人落了，完全拢无效，这完全拢无效。气象局预测，上紧会伫29下晡发布海上风台警报。我们预估整个海警可能发布的时间会比较落在明天的下半天之后了。在周2到周4的时候，它整个外围环流带比较偏北东北风的影响之下，于是整体来说，降雨几率最高，其实就在北台湾跟东半部地区。北侧那个太平洋高压的强度还是蛮强的，它有稍微略往西偏。它在我们东部外海海域附近的时间相对也会拉得比较长。马华风台伫下晡减弱做中度风台，虽然目前因为高压加风台外围的沉降气流影响，各地好天烧热，不过拜日了后，水汽会影响宜兰花莲加大台北这些所在，可能会落雨。若是是毋是会发布陆上风台警报，就要看风台路线才会当知影。记者综合报道。